是你是我心所爱，自由国度并好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你的新世界。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这个罗马字文化节的这个开幕一个记者会吼。咱先简单绍介吼，咱这个罗马字记者会目的用意是安怎吼？咱这个上关头是伫旧年吼，由咱这个第二牧师阁真侪关心咱教会这个地位是这的朋友呢，大家有共同来提起讲，要办这款的一个活动吼。因为今年呢，拄好是咱甘为林台语字典这个甘字典的100周年，嘛是咱巴克的牧师呢，这个翻译扶育80周年的一个纪念所以咱按算透过这个纪念的时阵呢，透过这个活动来纪念早前的对着咱这个白话字、甲白话字文化贡献的真侪这的无论教会内、教会外所有的功德啦，以及咱嘛要提醒呼吁社会大众呢，对着这个白话字甲伊文化呢，应该来重视。为人讲这个白话字文化呢，有啥物重要？非常重要。咱知影，咱白话字呢，早前100多年对着咱台湾早前这个教育大众的教育、普罗的教育，以及这个文化的启蒙还有这个文学、台湾文学的创作呢，这3部方面非常有贡献。像讲呢，咱台湾上早的报纸就是由咱这个由这台湾教育报社的前身甲自民党呢来办理的台湾上早的西式的印刷机，嘛是伫咱广播社才来做出来比如讲像咱即摆这个看这台呢，这是咱台湾上早的这个西式印刷机咱呢广播社嘛真用心要复制一台但较可惜因为时间上袂使听讲赶工的这个师傅呢赶较中风，希望伊即摆身体较好些本来讲最近就会好啦但是希望是咱赶紧会赴的时阵咱拄好5月呢，咱伫这个文化节内底，咱有这个有白话字文本的导览导览呢，咱社会大众若来，会当踮遮呢，会当亲自来操作印一张转去做纪念这是一个咱活动其中一项再来是讲咱会去一寡导览的活动比如讲咱会去参观这个巴克的牧师的较早大会所在，以及咱自民党上原始的迄个地址、迄个遗址还有参观咱中营中学内底收集的真侪白话字的出版品甲伊相关的文物，包括上原始台，即嘛是中营中学遮再来咱活动内底呢，咱佫有一个是即个国际研讨会咱即个国际研讨会，咱有80几位的学者，国内外的学者会来发表论文外国就30几位外国就30几位咱即摆呢利用即个国际研讨会嘛是要来宣传，嘛要向国际来发声就是咱按算的向联合未来呢，要向联合国来申请，把这个白话字呢申请作为联合国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个人伫世界各国即几年拢真认真咧申请，包括越南，包括周边足侪国家人拢咧申请独咱台湾拢无啥落去，所以咱呢透过办这罗马字文化节嘛是按算是向外的一个发声啦咱要来申请，把这个白话字申请做世界级的这个这个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当然这个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包含着咱这白话字这物件之外，以及伊背后的语言甲使用这人，这拢是啦所以呢，咱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呢，会当甲草的当然有的人讲咱即摆还毋是联合国的会员，有可能无，其实嘛是还有机会啦虽然是真简单，但是有机会只要这个其他的会员国伊若有赞同，有要甲咱斗相共，其实嘛是还有机会。所以咱即届研讨会，咱嘛特别邀请着越南甲荷兰的这2个国家内底呢，因将将来申请文化遗产的遐个委员来甲咱做专题演讲比讲是越南的因国内上重要的这个你负责向联合国申请文化遗产这个原基本
气兵的这个议长呢，伊会来甲咱做专题演讲。啊，搁有这个荷兰的这个奥斯卡，这个嘛是一个大师，伊嘛是联合国这规文化遗产的这个顾问的，伊嘛拢会来甲咱做专题演讲。所以咱就慢慢啊，一档两档哦，咱就先甲办落，先互伊这个办落留咧，安尼未来呢，咱向联合国来申请机会就真悬。哦，这是咱即届来办这个罗马尼文化节上主要的一款用途。哦，接下来咱就请咱先请题目书，哦，甲咱简单历史一下，哦，嘛是算咱即届呢，咱罗马尼文化节是重要的精神的带头的题目书，哦，是甲咱讲清楚的。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筹备11个月的这个台湾文化节，要庆祝这个陈伟霆台语事件100年的这个活动。今仔日会当开记者会，陈伟霆的这个事件对台湾文化的贡献是不少了的。我直接简单讲几句，这本事件、金事件的别人无的，有一个革命性。文化革命性的贡献，普通的字典，最高的字典就是用迄个的话说明迄个的话。譬如讲，中文的字典的原文就是用中文说明。譬如讲。中英字典是用英语来说明中文的字典，这做第二个阿流的，是讲中这字典用日本来说明中文的，这是阿流的。上理想就是用迄个的话来说明，总是到达有袂少。10所种的台语字典，无半本用白话字说明白话字，这就是陈伟霆的最大的贡献。到今仔日，干那7本用白话字说明白话字，用台语说明台语，因为这个台语。用别款，譬如讲啦，有现在所有的拢是台中文、台语、中文的说明，拢是安尼大部分无了这个，所以呢，我这要讲这个讲。第二项理论上的代志，这毋是说明的机会，不过。现实目睭看起来，字典摕来，字典摕来，公布啥啦？你甲现起来看，这定有每一个 entry， 一个登记字，一个 entry。有3种，一种就是迄个大写的 ABC 大写的，迄个就是字音，就是闽南语加汉人的汉字有共差不多共音的，迄大写或者文字音，文字的音。小写的有迄个小写的，就是
闽南语的发音用汉字来甲斗啦。小小，譬如讲，天字就是字音，天白话音，人就是字音，人是白话音，佫过第三种，有咧牵一画，即本字典有牵一画，无汉字底下的，就是闽南的种有的音，汉字无迄管字。换话来讲，闽南语有的汉字无的，就无法度安尼。到后来就斗来斗去，黑白斗，按照做好，有叫迄个火星字，安尼是安尼。原来的原由是安尼，所以咧，即本字典有革命性的贡献伫咧。我想我报告遮就好，出来咯。地主吼，也是咱即个印刷机的上原始的主人吼，咱即个到广播社的社长吼。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平安。平安。而且特别爱甲对台湾保护贡献遮的前辈说多谢，真正是一路行来，大家人伫遮共同出力，互咱的母语要通伫今仔日，当咱大家伫遮用母语来讲话，嘛有母语的遮作品。伫即届的迄个新台湾文化运动内面，咱对去年7月开始开会，差不多逐个月拢有一届会。这段时间咧，在1个月来，今仔日伫遮第一遍的记者会，我相信是场所毋是足好，总是逐个人拢有法度共同参与，互广播社项目嘛加足长的啦吼。即大家拢真欢喜的时间伫遮，而且我想介绍。阮即届本来对去年12月签好啊，有咧复制一台迄个古早巴克利牧师时代的印刷机，阮复制。总是即台机械要复制用用铁无很简单，所以阮伫主要的部分，中即个部分是用铁、用塑胶管，用管几啊项揽起来，但是其他的部分拢用茶，真大块的茶。3月无好，4月无好，到5月本来上班到5月7，结果制作的人中风，所以就伊的遮师傅，大家共同，大家开会，即马上班的时间就是讲5月底、6月7应该会到。阮真期待讲即台机械来了，阮可能会排伫一个较宽的所在，互大家人拢有法度来操作。对，我即马才看会到遮。台湾第一张的公布伫遮，所以阮甲即张甲即张会做这2个版，所以以后来遮参观的人拢，互伊有法度用手来操作。100多年前的迄个感觉，伫即摆也感觉会出来，这是阮迄个即台机械，按算伫5月底上班5月底6月7应该会拢完全好势。第二点就是伫遮甲大家报告7月20，公布社要办一张。甘字店100周年的感恩礼拜，7月20，拄好是礼拜6的中昼3点。拄则我有拍电话甲迄个王宗尧院长拜托，要用伫迄个新学院的礼拜堂厅，7月20，礼拜6的下晡3点。所以到时即场是迄个甘字店100周年的感恩礼拜，所以请大家先进，伫迄当阵。咱拨时间来参加，而且搁一遍甲大家说多谢，多谢大家这条路行来，咱拢真袂孤单，大家拢有看到真行，而且搁一遍甲大家说多谢，多谢。咱现在搁补充这个介绍100图，100图嘛真有意思的咱现在看的100呢。联络这个100图呢，这是这个姚建德牧师伊的囝婿柯明才呢，叫画这个因阿嬷去读白话字的圣经这嘛是新旧约的圣经，
所以即幅图呢，真有特别意思吼，就是讲咱早前呢，真侪老一辈的阿公阿嬷呢，伊细汉就主力学着是即个白话字的圣经，甚至呢，变做伊第一届学着的文字，就是用这个白话字。所以咱嘛讲来，咱即个白话字呢，未来呢，咱继续完成落去，成做咱台湾专利的一个文字另外边仔即幅嘛是另外边仔迄幅嘛是共款是即个古典